感恩会是由咱爱上甲咱好成两位单位来联合来举办。咱今仔的主角也就是咱有看到头前夹着金牌、面咧笑眯眯的老菩萨。咱今日以上热烈的掌声来感恩咱遮老菩萨。咱拢常常看到一个运动的收入，感受到运动的硬体真庄严。咱嘛拢看到一个道场的发展，看到伊的风景，但是咱拢无去看到过去运动伫咧起的时阵，咱所有的老菩萨，伊行过修道茫茫的路程是偌尔辛苦。咱即摆现场嘛有第一次来陪咱老菩萨来的后一代，咱真心来欣赏着咱爱上运动，当初是伫成立的时阵。